最令我感動嘅地方係咩呢？就係呢位主角，佢無論喺咩環境之下，仍然有一個係倚靠神、向神禱告，亦都相信神係位至善嘅神。佢嗰個一生嘅經歷呢，使到我好感動。我覺得佢嗰種嘅堅毅、信心同埋忠心服侍神、仰望神呢，係好值得我敬仰。震撼我嘅就係一個女主角，佢咁遇人不淑嘅情況底下，佢竟然喺神嘅愛裏邊能夠咁樣去有個饒恕嘅心，呢個係我哋要學嘅。睇到佢對神嗰份嘅信心、嗰份嘅倚靠，我覺得俾我哋做媽媽嘅、做人哋妻子嘅、做人哋嘅女，係一個好大嘅鼓舞。喺難處當中裏邊去點去仍然揸得住神嗰種嘅應許，成為人哋嘅祝福。咁我覺得至善之神呢一套電影真係大家唔可以錯過，因為我自己睇咗呢，我都好深受感動啦。咁我覺得特別佢裏邊講到呢，上帝真係至善嘅，真係好嘅，因為佢唔係去電影裏邊唔係表達一個點樣叻嘅人，而係表達一個破碎嘅人生或者人嘅軟弱當中點樣顯出一個上帝係全能同埋至善。咁我覺得呢一個真係大家唔可以錯過咯。咁我自己好有得着。我睇呢一套電影嘅時候呢，我裏邊好大嘅感受就係佢嗰個嘅見證呢，好真實咯。或者佢阿Margaret嗰個嘅掙扎同埋經歷咧，即係好似發生喺我哋日常生活每一個層面嗰度。逆境咧，倚靠神咧係好緊要咯。咁我今晚咧自己都好得着激勵嘅。電影俾我感覺到就即係當父親病危嘅時候，佢勇於去同女兒一齊去表達，並且願意咧去接受女兒所相信嘅耶穌嘅時候，係對我嚟講係非常之感動嘅。這讓我很感動，就是因為我爸爸還不是信主的，還不是基督徒，所以我覺得我也會介紹這部電影給他，因為他其實最近也是在一個比較水深火熱的情況下，因為媽媽的病情比較嚴重，他需要長時間的照顧他，所以我也會將這部電影推薦給那些家裡需要有照顧親人的。我覺得這部電影對他們來說有一個很好的鼓勵給他們，就是信靠神，一切都能成。佢即係喺佢人生咁多嘅經歷當中咧，佢從來都冇放棄過對神嘅信心，同埋佢係好願意同神去對話，佢願意好坦誠、好 honest 咁樣咧去面對神。咁呢個係令我覺得好感動嘅。邀請你啲未信主嘅親友嚟參加，因為呢個姊妹Margaret咧嘅故事真係會好引起好多人嘅共鳴。我希望咧你哋都能夠係真係帶佢哋嚟去睇呢套電影，以至咧佢哋都能夠經歷到神嗰種嘅真善美。我覺得他把我們華人在北美生活的那樣的掙扎形容得非常的清楚，在於孩子與父母、工作甚至於婚姻，他形容了一個我們此時都在面對到的挑戰，而他也鼓勵着我們在我們生活裡的挑戰時，邀請着神介入在我們生命裡的每個時刻。所以如果此時你也是在面對着美國生活裡面的挑戰以及辛苦的朋友們，邀請你一起來看這一個至善之神，一起來找到這部電影向你所介紹的這位神。